面對社會急速轉變，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喺2024年至到2027年訂立清晰嘅3年策略發展方向。我哋以專業為本，以人為先，連結社區、商界同埋區域發展，回應不斷演變嘅社會需要。過去1年，正係將策略一步步轉化為實踐嘅重要1年。過去1年，機構定期舉辦服務巡禮，邀請區內教牧同埋傳道人走入唔同嘅服務單位，深化教會同埋社會服務嘅認識同埋配搭。透過基督教事工通訊，我哋持續同超過300間本地同埋跨宗派教會保持連結。另外，我哋亦都同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同埋基督教學院協作，推動生死教育、哀傷輔導同埋精神健康體驗，俾神學生同埋同工喺實踐之中深化信仰同埋專業嘅整合。同時，透過親和鄰舍關懷報道培訓、福音聚會同埋教會義工網絡，我哋鼓勵教會肢體走入社區，喺探訪、陪伴同埋服侍之中活出信仰。喺3年策略之中，機構積極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，深化跨地域、跨專業嘅交流同埋合作，透過同內地社會服務機構同埋政策部門嘅互動，我哋唔單止分享經驗，更加共同探索服務創新同埋專業發展嘅可能。呢啲交流為機構建立更加開闊嘅視野，為未來合作奠定基礎。機構亦都持續將 ESG 理念融入服務發展同埋公共倡議之中，透過研究、調查發布同埋公眾教育，我哋關注長者、照顧者同埋精神健康等群體喺急速轉變社會之中嘅需要。呢啲工作既回應當下需要，亦都為社會討論同埋政策發展提供實證同方向。同時，我哋連結唔同企業同埋跨界夥伴攜手合作，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適切嘅需要。配合3年策略，機構亦都同步推動人工智能同埋數碼工具嘅應用，優化行政流程，提升工作效率。我哋相信科技唔係取代人，而係俾專業同工能夠更加專注喺服務、關係同埋人嘅需要。2025年底，大埔宏福苑發生嚴重火災，為社區帶嚟深遠嘅創傷同埋衝擊。機構即時啟動跨部門應變，由學校、社區、長者、家屬以至同工層面提供多層次嘅心理同埋情緒支援。機構動員精神健康服務同工喺多間學校為超過900名學生舉辦心理支援活動同埋情緒健康講座，協助佢哋理解創傷反應，學習自我照顧同埋求助方法。而喺社區同埋長者服務方面，我哋延長熱線服務時間，安排臨床心理學家推出災後心靈支援講座，並且深入地區為長者團契同埋社區會員舉行危機管理簡介會、情緒支援同埋資源連結，陪伴社區逐步復原。機構亦都重視同工嘅心理健康，透過多元形式嘅支援工作坊，協助同工整理情緒。截至目前，機構一共籌得超過140萬善款，全數用喺災後支援同埋心理復原工作，同社區同行，走過呢一段唔容易嘅路。回顧呢一年，我哋睇到策略逐步落地，信仰喺關鍵時刻成為同行同埋承擔嘅力量。展望未來，喺服事之中實踐使命，喺專業之中活出信仰。